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宪兵队有事赶做中国的间谍，漏泄机密，搁伫军队的中国国旗穿军衫拍影片向中国投降，目前是已经判刑。民众伫网络买美容虾来自造成肉毒杆菌中毒，送家互病房插管，落尾自费开2.2万自解毒虾。台南区推出 AI 系统，要防止车手领钱，民众若去 ATM 领钱，治安全部，或者是挂喙暗，这警报就会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5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芝。新闻头起先来看，最近台湾是连续爆出中国的间谍案，就连宪兵队嘛有3个士官涉案，因毋那是漏泄国防机密，搁伫军队营区的中国的国旗，穿军衫拍影片向中国投降。另外，搁有海军飞大快艇部队3个官兵、总统府1个宪兵，嘛去互中国吸收，拢已经判刑。你已进入我火力范围。我要求你调转航向，立即离开，否则后果自负。我是中华民国军事航空器，正在空域执行地形训练，请不要干扰我的行动。强军透过广播呛声，不过咱空军展现冷静的态度。军事专家记录到强军15早起10点外，伫金门周边空隙出现。不过强军毋若透过军事行动对台湾施压，嘛持续透过渗透手段，要得到咱方机密资料，致使强谍案一直出现。桃园警办强谍案有功的树林宪兵队内部原有3个人涉案，毋泄露国防机密，佮提5000支敌对的人，穿军服翕家己效忠中国的导航影片。互同一个组织吸收的还有3个飞弹快艇作战部队的人员，其中1个人互5000支伫基隆海军威海营区出现。桃园总统府是为实原有1个宪兵互人吸收，2月底拢已经互判刑。在24条就是说，对敌人为效忠之表示的话，就会在陆海空运行法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规范。国立雄讲对这个官兵不当行为感觉遗憾，因定位是对国家不忠，嘛强调陆海空军官宪法修正草案已经送行政院审议，未来对敌人宣誓效忠会有更加明确规范。不过强谍案毋若伫军中出现，台湾因外交部也陆续传出有人牵涉在内，引起各界注意。原来在勾结的，养了一窝共匪的，这是民进党自己。目前军人的渗透相关的大部分都是透过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几乎清一色都是退将。因为最近民进党为党部立委办公室到行政单位等，拢有传出牵涉到强谍案。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对强谍案表态。杜英泰15讲，中国统战对台湾是上大威胁，嘛话讲地方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唔通暧昧不清楚。地方政府也应该有这样的体认，不要非常的暧昧不清。该有自己国格的时候，地方政府也要共同负起这样的责任。杜英泰表示，针对总统赖清德伫国安高层会议提出17项因应策略加措施，行政院已经开始进行建议。所有法制化需要工程，爱全力防止强军渗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委吴思瑶和吴派一个罢免团体涉嫌造假，昨去互台北地检署约谈。按照今仔日新北地检署嘛约谈罢免立委苏卡辉、吴基明、张丰玉、李坤城的代表人和调查人，佮去超国民党三重埔和邦桥的党部，上无约谈10外人。最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伊就批评司法清算来侵害百姓公民权。带走的是什么资料？是出问题的联署书吗？对国民党三重埔党部提走贵箱的资料，调查官佮甲区党部执行长罗大武等人带回去。今天来搜索的吗？国民党邦桥的党部也是敲锁的地点，区党部的主任谢庆仁等人也共款互检调带回去。都来送那个联署本件是不是？新北地检署15发动敲锁，直接到南营真济区的党部，也分真济路来约谈。罢免立委苏卡辉的领衔人谭定尧、调查人王玉仁、
罢免立委吴基明的领衔人李清祥，又有罢免立委张丰禄甲李坤城的领衔人甲调集人，对被告到证人约谈至少10外人。检方被厘清的就是罢免团体，疑似涉嫌死人联署，还有伪造提议书。第一阶段针对我的补件，联署前死亡的比例竟然高居全国第一，很明显是大规模的伪造。我希望司法查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抄名册的行为。我们已经得到消息，很快的。他们会对台北市党部动手，对台北市党部动手的目的，就是在大罢免。国民党新北市委员会发声明讲，尊重司法，该查就查，不过希望司法唔通干那办拿无办了，变做政治工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伫面册发文讲，批评司法算总小的大刀，破坏民众党了后，搁来破向一般行使公民权的老百姓。我们只要在查对的时候发现有疑似这个伪造的情况，我们都会来进行告发，没有任何差别的对待。中选会向最高检告发罢免案涉嫌不实的人数统计已经有30外件，为了分别真假，调查局的侦查组柜除了以目睭来看，笔迹敢有合理，也送去鉴识实验室，用科学鉴定笔迹来厘清敢是同一个人冒名抄写造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阳明山国家公园小游溪昨火烧山5点钟，烧50公顷气，怀疑是国科会空气品质监测器引起大火。不过议员亚康讲，这国科会计划早就结束啊，设备煞平伫咧山顶无人管，根本就是人为疏失引起火烧山。大火烧5点钟，为半山一直烧到七星山小油坑步道。阳明山小油坑则是规个大火，50公顷等于是2个大安森林公园规个烧去。阳关处初步研判是国科会国家实验研究院高速网络加计算中心执行民生公共物联网计划所设的空气品质监测机器导火烧起来。不过导火原因也有待火调清查。15号议员亚康，这场大火根本是人祸。国科会他们之前委外，还有一个这个空气品质的调查的感测器，但是其实这个计划早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呢，这些仪器年久失修。台北市议员质疑空气品质监测仪都是因为年久失修，国家无维护，唔知发生电池家己倒起还是爆炸，地势山难危险。国讲监测器设备家己倒起，唔是头一届，不是第一次了嘛，对不对？对，我们的报告完成之后，我们会依规定的方式移给警察局，那警察局来做移送检察官这一边，看是不是做后续的办理。对这代志，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是讲，去年8月初确实有一支太阳光电感知监测设备，因为锂电池年久失修爆炸，不过不是国研院的空气品质监测仪。那一支应该不是工研院的。如果依国研院所提出来的，应该是在2024年结束嘛。那结束之后，应该是把没有继续使用的要去做来文要去做撤离。但是到目前是还没有收到啦。对这代志，国建议回应，烧毁的空气品质监测仪，常常是以太阳能够提供监测器所需要电力。在小油坑地区所及大屯山区的空气品质资料，设备合法下规定。院长蔡凤英是讲，国建议会慎重面对。若做最后调查结果确实是国建议国防中心的设备造成的，国建议会承担相关责任，绝对袂卸责。记者综合报道。医学美容甲保养是愈来愈普遍啊，不过就要家己注意，这敢有安全。北部一个40外岁女性伫咧网络买美容车，请店头家来甲注射，刷出一个肉毒杆菌中毒，送去家互病房插管。落尾是家己开22万自解毒车，毋若去倒了，这未来伤害可能会留爸爸。在网络顶悬黑白买美容针爱设置有可能的中毒无名。疾管署15公布今年第一例医院性肉毒杆菌中毒的个案，是北部40外岁的女性。伊伫3月后半个月伫网络买肉毒杆菌的毒素，买结果去因兜替伊注射，无想到3天后，伊开始出现无啥会当吞物件的症头，去病院了后就插管，而且使用呼吸器来治疗。虽然血清含大便的采检结果是阴性，但照流行病学研判是真有可能的病例。不过在申请自费日
72万人使用肉毒杆菌抗毒素治疗，已经北港转一般病房。目前的状况是有改善已经没有呼吸困难的情形了。那不过他的这个肌肉无力的症状还没有完全的缓解。疾管署表示讲，肉毒杆菌的中毒是第4类的法定传染病。过去国内案例大多数拢是食处理不当，还是保存不当生的物件造成。医院性肉毒杆菌中毒是因为美容还是医疗用途，认为甲注射引起中毒，会出现包括感觉真忝、机体无力、才神经学的症头。2019年以来，国内加起来有8例医院性肉毒杆菌中毒的疑似个案，拢和医学美容有关系。虽然国际文献还未出现讲注美容针死亡的案例，但嘛是可能会留病尾。顺利好转的话，也不排除有可能有后续的一些，像是仍然会有一些呼吸道疾病，或者是全身肌肉无力，需要长期做复健的一些后遗症。疾管署强调，个案注肉毒杆菌毒素的过程有可能违法，卫生局当得对查买家含药品的来源，警方嘛当立案调查。食药署指出讲，目前咱国核准的肉毒杆菌毒素有7张药品许可证，拢是医师处方药品，若是无经过许可，家己输入假药啊，还是禁药啊，照药事法会当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阁会当做伙罚新台币1亿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的警方顶个月接到通报，讲有外国的车手坐这白牌车，伫咧云林县内领真侪现金。警方惊人走出国，夺开区票逮捕一个新加坡籍27岁查某车手。另外，驶白牌的3个司机嘛去互检方申请羁押核准。无资格登记的白牌车司机，在这个27岁新加坡籍的查某人，到云林各地 ATM 领真侪现金。警方接到通报了，就随请云林地检署侦办，认为这个外籍车手将有可能把钱领了后就要出境，遂开出区票来抓人。本署检察官担心该新加坡籍车手于提领款项后即行离境，乃立即开立拘票，在该车手离境前将其拘提归案。经讯问后，认为该车手设有诈欺、洗钱、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予以申请羁押获准。地检署表示，这个新加坡籍的查某人入境了后，是白牌车的司机负责接伊去领钱。经过追查，发现这白牌车的司机不是单单单纯载客，是诈骗集团专门请来载车手的。警方依照相关的证据，甲3个白牌车司机拘提到案。是由本国白牌车司机再送提领现款，经清查后，有3名白牌车司机共同涉嫌诈欺等罪嫌，亦将该商人拘提到案，并予以申请羁押获准。地检署调查发现，这个新加坡籍的查某车手，敢若是伫云林县内由白牌车司机接送的方式，就已经领走746万。专案依照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甲这外籍车手佮有3个白牌车司机全部上班。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诈骗出头800款，抓都抓袂完。今年1月到3月，民众拢总共骗超过225亿。一个月内抓到嫌犯有4000多人，车手就占3000人。为着要防止车手来领钱，台南市推出 AI 系统，去 ATM 领钱，若准你滴安全帽或者是挂喙暗，则警报就会亮。民众挂喙暗要领钱，语音会先提醒讲，甲喙暗留落来，若无照做，就会出现警铃声，提醒其他的人爱细致。这个提款的民众可能咧做非法的行为。这是台南市为着防诈骗推出的新措施，民众去 ATM 领钱，爱甲安全帽脱落来，留喙暗，甲规张面现出来。比如说隔了10秒钟、20秒钟，如果他不拿下来后，我们就会启动警报，那就会让周遭的民众以及银行的行员跑出来查看。诈骗集团骗民众汇钱了后，由车手去 ATM 领走现金。台湾高等检察署统计讲，2月初10到3月初10，全国查到3180个诈骗相关的案件，抓到4500多名嫌犯，其中车手是买3000人。也因为车手惊警方查到，常常戴安全帽挂喙暗来领钱，市府希望阻止因按算这个政策后个月上路。钱比较重要。怎么说？钱不要被盗走比较重要。对，所以你觉得 OK 可以配合？对。我是觉得就是有时候，例如说你戴口罩，然后你要特别拿下来，我是觉得会有点麻烦一点啦。系统会做好一点的话，如果一直辨识错误没办法理，会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警政署拍诈骗仪表板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民众受骗的财损超过225亿，显示诈骗也是真严重。
台南市长黄伟哲佮拍算进一步建议中央，未来伫 ATM 领钱唔甲规张面显现出来，会当强制回收卡片。唔过领钱汇钱，佮爱甲面显现出来，有法界人士认为市府这个想法是好的，唔过嘛要考虑法律保留原则，建议爱思考安怎互这个行政处分会当有法源来依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地新闻来看，省道台七甲线落南7公里嘉南路段，今仔下晡4点10分有石头电落来，陷着一台货车。这驾驶掉伫咧车内底，意识清楚，送去病院治疗。那副驾驶的乘客是当场无命。连落来这粒大石头有180公分宽，和一台车是差不多。这个路段毋是工程区，算是一般的通勤道路。公路局表示，最近宜兰的山区上大雨，阁有地冻，所以山架是定定落石头。刷落来可能会看情形，是预警性的封路。过来，哪像是阁出现灵母虐待案件？新北有家长甲3岁囝送去互灵母照顾，却发现这个囡仔身躯定定有伤，面目几纳分。社会局介入调查，认定这个灵母有不当对待，已经公告伊的名姓，废止灵母的登记证。查甫囡仔海秋千笑甲真欢喜，家长陪伊佚佗，心内是真幸福。毋过囡仔老爸控诉，甲3回吟课后领土居家年母，如今身上是出现大细坑，头顶阁有目睭边仔明显有伤痕，面的这边阁有无规则的伤势。囡囡的老爸讲，去年8月经过朋友的介绍，交予年母照顾，囡仔就陆续出现乌青，阁有指痕。今年2月底，阁有大面积的伤势，这个是互爱的小手甲伊拍，指控年母是咧虐待。对话记录里面就是一直推来推去，推给其他的小朋友，或者是说他自己抓伤自己。事发到现在，完全没有道歉。完全没有。这桩疑似涉嫌虐待囡仔案件，就伫新北市邦桥。家长表示，因为囡仔的语言慢钝，无啥会晓沟通，怀疑因此是互针对，甚至案发到呾，李母也毋捌回事咧。目前已经带囡仔到病院验伤，也报警提告伤害。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你尝试联络的对象目前无法接听。实际打电话互年母，伊是无接手机啊，伫交稿进前无得到回应。新北的社会局也介入，发现涉案的姓郭年母是有合家登记证，不过对囡仔的损伤无法度合理的陈述。经过审议会调查了后，认定有不当的对待。我们也召开了审议会来调查这个案子。那经过专家学者认定，保姆有对小孩不当对待，已经违反了儿少权法的相关规定。新北社会局表示，年母违反儿少权法相关的规定，已经对外公告名姓，并且废止年母的登记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的大理有2栋相连的透天厝昨暝着火，这火若像是为3楼的铁厝开始烧，厝内拢总有6个人，伫咧2楼的人有走出来，不过住伫咧3楼的某仔囝，因3个人是不幸过身。那着火原因要搁爱调查。大火烧甲真猛，消防队员赶紧报水线来灌救。台中市大理区中兴路一位民体，15号半暝0点左右发生火警，现场是2户联动的透天，开始火窜出来的。哦，所以你们是有看到有火出来这样？对，然后也是，然后就马上打119。火势仅仅伫咧30分钟左右爆发，不过3楼发现一位大人甲2名儿童的遗体。警察表示，2户拢是共一位厝主，火灾当时伊无咧厝的，住伫咧2楼的厝主阿公、阿姐、阿姑拢家己逃出来。死者是厝主26岁的女朋友，也佮有伊甲前夫所生的5岁、7岁查某囝，母女3个人是袂赴逃生。立即布线以及路线的搜索抢救。那在抢救当中，其中有一户在3楼的后侧发现3名罹难者。是3位女生，1大2小。民体头前已经抽封锁线，透天是2楼装造建筑，3楼是嵌铁皮。附近的厝边讲起火点疑似就伫咧3楼。厝主一家伙仔平常时甲厝边头尾感情真好，火警发生到现在，依然感觉真着惊。有听到蹦蹦蹦蹦，那玻璃好像忍受热胀这样子爆炸。你看下面都是玻璃呀。我们这样，我们不敢出去看，我怕会。就危险了，我们先主要把这些机车什么都移掉，这样子啊。警方监视人员也有消防火调人员伫咧火场来回巡看，后续会厘清起火的原因，而且保车台中地检署办理司法相验。公司新闻台中报道。
高雄市交通大队为去年底开始推广一个交通事故影像平台，民众若翕到车祸影片，就会当传起去；若协助警方办案，上济就会当摕到奖金6万块。画面当中，穿蓝色的这台奥多麦冲红灯，弄到另外一台奥多麦了后，若无停落来看，佮颠倒向徛咧一直去。这是去年10月发生伫林雅区跳树逃走案件，落尾警方也抓着人。不过，毋是每一个案件拢亲像这件这么好运，有路口监视器。网络顶悬定定有人世界在拜托，要找有翕到车祸的影片。高雄市交通大队要推设一个交通事故影像平台，好民众通回传佮车祸相关的影片，帮助警方查案。民众也拢真赞同。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事故，可是他们找不到真的证据，所以如果有拍到，然后能够帮助别人，是一件蛮好的事情。然后因为记忆卡的东西，你不马上拔下来，它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它可能就被洗掉了。对啊，所以当然是有平台，你就有时间就上但是没有平台的话，你就直接就拿去警局就可以啦。高雄市交通大队讲，只要民众提供的影片符合跳树逃走，有人受伤死亡，远景唔知影事故是安怎发生的，一三要件，都有机会帮助警方办案，家己嘛会当领到奖金，相关会当领到6万块。有人受伤，一件会当发奖3000块的奖金。若是一般互人重伤的案件，身体病嘛有2万块。若是较严重的死亡案件，都有6万块的奖金。这个奖金数目前是6都内面上悬的。交通大队讲，这个平台对去年底开始推测，到今年3月份为止，敢若有16件民众提供的跳树逃走影片，其中5件选择要领奖金，不过因为条件无符合，到目前为止也无机会发出第一笔奖金。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场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川普政府禁止反犹太，尤其是针对校方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要求学校都要审查国际学生改变招生的定数。不过，唔是大个学校拢咧甲信道。哈佛大学就讲政党袂使插手校方治理，坚持唔配合，所以教育部就宣布要取消哈佛大学美金22亿的补助款，下代票是712亿。哈佛大学的校长亚伦贾博则是向全体师生发布一张公开信，标题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承诺。贾博表示，接到联邦教育部要求，这要求威胁到私人机构拍拼追求生产甲传播知识的价值。无论是倒一个政党落权，政府拢无应该下令私人的学府，啥物会当教，啥人会当录取，也是聘用，还阁有会当做倒一寡领域的研究。伊进一步指出，政府的做法已经侵害到哈佛享受的宪法第1修正案，也有1964年民权法案的权利。贾博表示，会以哈佛的校训拉丁文的 Veritas， 也就是真理为指引，面对未来的挑战。寻求真理是永远未结束的旅程，必须要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新知识无同的观点，一直来看自我的信念，并且随时做好准备来改变家己的想法。联邦教育部接到哈佛的回应了后，当天遂宣布冻结哈佛的22亿美金的联邦补助款，也有6000万美金的合约金。教育部透过声明表示，最近几年校方种种干扰学习的代志，骚扰犹太学生的行为，拢是袂当接受的。中央大学即阵应该重视问题，若阵想要继续得到百姓的支持，就应该拍拼进行有意义的改变。哈佛、哥伦比亚、西北、密西根、塔夫珠等60间美国的高等学府，顶个月拢接到川普当局的批信，要求因遵守联邦的指导方针，亲像检举不满美国价值的学生，并且政府核准的外部机构审查帮助反犹太骚扰的计划甲部门，对过去2年捌参与校方示威的学生进行纪律的处分，也有停止多元平等包容的政策甲计划。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哈佛分会顶礼拜就对川普政府审查予学校共卖90亿美金的联邦合约甲补助的代志，向波士顿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当局想要破坏学术自由甲言论自由。川普干涉到学术自由，大大减少联邦补助金的做法，恐惊对美国这侪年以来伫国际学术研究的领先地位造成无法度挽救的伤害。去年期刊一份对1200多名的科学家所做的民调显示，有75.3%的受访者当考虑离开美国。欧洲甲加拿大是因选举大优先选择，也若法国、荷兰、德国等真侪欧洲国家，佮有加拿大的高等学府，也拢用真好的条件去引优秀的美国人才去教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伫咧当地时间14早起地区翻身，发生规模5.2的地震，这深度敢若13公里，连200公里远的洛杉矶嘛咧摇，加在是无传出伤亡。
房间一直涌海，狗仔紧张甲世界状。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伫当地时间12早起晚近10点，发生规模5.2的地震，即届震源敢若差不多13公里，小有近1000层的地震，为圣地亚哥一直到将近200公里外的洛杉矶拢有感觉。有商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地震迄当时伊拄好起变数，早渡过一劫，无去互店内物件击着。冷静落来，才发现店内的干仔管仔拢已经碎规涂骹。It was like the perfect timing, so to say, because all the bottles fell to where where I normally sit and enjoy breakfast and everything. But it was like 2 minutes. I went to go hit the restroom and whatnot, and instantaneously, you just see aggressive shaking, and I started hearing all the popping of the bottles hitting the ground. And 真侪居民表示，回想当时的状况，也心惊惊。We were together walking out of my house, and we felt the whole house start to shake, and we ran into the driveway because the house was shaking so bad we didn't know if it would be safe even in the doorway. 当然，圣地亚哥动物园的大象嘛，感受到大力有害。地震发生迄当时，因随围作一连，面向外，甲细只象集中伫中央。专家表示，大象是高智商、规定大的动物，这种行为本来是防止外来敌人伤害细只象，卖伫族群有危险的时阵出现。警方表示，目前无收到任何房屋结构损坏，也是伤亡有关的通报。不过，专家警告，即届地震发生位置附近有大型断层系统，伫上海情况下，也可能透过断层传导，伫人较慢的洛杉矶造成更加严重的地震。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继续来关心 Trump 的关税政策是化变突变。Trump 即阵宣布要针对进口车的部分，考虑要暂时免扣税，让车商有时间刷来美国市场。另外 ，Trump 针对进口药品和半导体要展开国安调查，目的就是要加扣税，逼业者去美国开厂制造。伫会见萨瓦多总统的时，美国总统川普又搁为加扣新关税铺路。伊讲到按算伫无偌久了后，就会对进口的药品扣关税。We don't make our own drugs, our own pharmaceuticals. We don't make our own drugs anymore. The drug companies are in Ireland and they're in lots of other places, China. And all I have to do is impose a tariff. 川普当期主张讲，对外依赖半导体甲药品的生产已经致使国安风险，并且声称关税措施是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振作有帮助。伊表示，这礼拜内会宣布半导体税率，并且讲到半导体产业内有一寡企业会有春秋。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公告，针对半导体调查包含的范围是非常宽，唔但包含应用伫人工智慧的先进晶片。也包含传统的晶片，含所有相关的制造设备，佮有包含一寡元件的电子产品。若是实施关税，可能冲击到每一年向美国出口数十亿美金的晶片佮相关产品的全球供应商。外界是警告讲，新一波的关税恐惊冲击到全球供应链。现在伫进口汽车佮零件的关税方面，川普表示，当咧寻求暂时唔扣这方面的关税。互汽车的业者有搁较侪时间会当伫美国设厂。美国的股票伫14是收悬，不过川普关税政策反起反倒，为市场是带下真侪变数。北京的经济官员跳出来讲，爱大家甲眼光放互远。The dereg is really good for companies. It cuts all this regulatory high red tape that they have to spend money on and so on. And so I don't see how the long run, a year from now, the policies that we're looking at are viewed as anything other than a big positive for equity markets. 面对中美贸易战升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头一站伫越南，伫咧和越共的总书记会谈的时，习近平表示，中国甲越南爱加强战略的定力，共同反对高一平的霸凌行为，两人搁共同见证双方签署的45份双边合作的协议介绍。原来泰国甲印尼分别互美国扣36%甲32%的对等关税，最近也组团去美国展开谈判。泰国可能的方案之一，包含大大减少泰国对美国有460亿的美金这济贸易顺差。印尼是计划提出讲，大大增加美国进口产品甲投资方案，争取避免互美国来扣高关税。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
川普关税减少全球，业者拢爱想办法减少成本。美国晶片大厂 AMD 超微的执行长苏姿丰，伊就宣布超微2内面晶片已经落订，正做台积电美国厂的头一个客户。另外，辉达宣布要和台积电、鸿海、伟创一寡台湾的厂商做半导体联名，做伙伫咧美国生产，避免互扣重税。美国晶片大厂超微 AMD 的董事长和执行长苏姿丰最近佫一摆访台，4月15第一站公开活动是受邀请去台大校园演讲。演讲进前，医生讲一个大消息：超微宣告变作台积电伫美国第一经2奈米制定的客户。Including our first 2nm chip, our next generation server processor Venice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so we wanted to thank CC and his team for that. And we also have our first product in the Arizona site. 苏姿丰强调，台湾的产业链是超微的重要伙伴。这摆伊的行程嘛无得停，除了14和台积电的团队来会面，15、16嘛系一个和客户和合作伙伴来见面。大动作来台湾，宏解脱讲是各条式的战略，因为就伫前一天，辉达则宣布讲要和台湾做伙做 AI 美国制造大联名。在 AI 所需要的这个晶片以及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那么未来呢，将有可能在一部分都会是以美国为主，在美国当地就能够有自主可控的一个这个目标。辉达宣布讲，和台积电、食品、鸿海、豪硕等等正一间大厂来合作，计划未来4年在美国打造价达5000亿美金的 AI 基础设施，要对晶片的制造方中测试一条龙 Made in USA。来积极的跟美国在就这方面来商量。那基于台美之间的这个大家的利益，我们会让台湾的这个产业在这个关税上面能够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15台股收盘起344点，收跌19857点。电子类股点火做工，台积电收盘起12块，伟创中国正话起停板，收盘起5块，还有鸿海起1块。虽然台股收红，但是半导体敢会加扣关税，还要等美国商业部的调查。短期内台股无排除持续震动。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美国目前是暂慢扣对顶关税，不过风声讲美国想要逼外国的借款钱，甲美国的国债拢换做100年期，而且是无利息的借款。若咱台湾想要减税，咱敢会向美国加买借款做交换，真做台美谈判本钱呢？行政长邓英台表示，这嘛是有可能的代志。美国虽然暂慢实行对顶关税，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讲到，在未来1礼拜会宣布新的半导体产业关税措施。市场阁传讲，美国有可能逼外国的借款人，甲持有的美国国债换作100年期零利息的债券，来减轻美国债务的负担。台湾安怎应对？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如果说做这样一个转换的时候啊，这相当于就是美债的倒债。对于这个债券的一个调整都随时在调整，随时在观察市场的变化。伊应该会对台湾扣偌济税。但这个世界无一个特殊内底，美国这个为主导的力量，甲咱过去所行的力量，甲咱方向是相对是同款的，所以咱要伫这个世界这边的这个阵营内底共同合作。第一站这边敢会加买持有的美债当作是关税谈判的条件。导演台讲，这是其中一个有可能的选项。另外有朝野立委和企业界建议讲，请前总统蔡英文来做谈判小组的召集人。导演台强调讲，有听到各方的声，不过和任何国家交涉人选的部分拢必须互相搭吧，这点都要真谨慎。毋若是行政团队积极和美方在谈判，另外伊嘛调做校统派立委和美团深化双边的连结。我们4月28会抵达花火，29号就去拜会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隔一天30号我们要跟美国众议院的台湾连线有一个午餐，然后有一个来工商另外到了5月1号，我们去拜访美国的行政部门跟国会。朝野3党暂定会组成17个人的谈判团，4月28到5月初2访美。今麦定的行程包括拜会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把握90天的暂缓期，积极交涉，会直接针对关税政策的部分和美方来沟通，替台湾争取上大的利益。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当咧欠护理师，台南的生态病院都因为护理人员无够，已经关40外张病床啊。这5月阁要关30张。
虽然成大病院讲有加薪水添福利，不过这人才同款是留袂掉，这死头路的人愈来愈多。透早成大病院人就吵，因为是指标性病院，毋但门诊拢是人，大院业务也互护理人员无用试，病院甚至爱缩减病床，民众惊死到会影响医疗权利。当然欢乐啦，啊是会当互因福利较好的呢，留一个人有人要大。有民众认同，医护人员应该要有更较好的工作条件。台湾医护人员带头叮当，定引起讨论。根据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统计，最近4个月计共1302个护理师离职，甚至阁有171个人是咧过年进前离职。今年3月有548个人离职，也创下最近5年新高的纪录。这个医事人员的奖励金呢，一直不断的减少，尤其是护理人员，每个月减少的这个幅度越来越高。我们知道至少有2到3千块的一个情形，已经这几年都有护理人员一直持续在反映。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月份还是这么高，而且创新高。那成大医院近4年来以3次调涨薪水，累计调升的幅度超过11%。那护理人员的各项福利，包含留任奖金、培训奖金，那监信单位的记忆奖金、各项证照的补助，还有晋升的福利，在近年来也持续推动。成大病院因为欠护理人员，即阵爱关部分的病房，院长阁发布公开批，希望员工斗小经渡过难关。不过病院内阁有真侪护理师按算无爱做啊，公开批可能无通确保会当甲人才留落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市有一个姓柯的查甫人，唔知影是贪方便，还是驶咧佚佗，抓甲猪哥车驶去到路里，桥倒摆民众看袂落，就甲伊砸落来，双方起冤家。因为这猪哥车是袂使驶上路的，所以这驾驶嘛去互警方开3000块的罚单。是那个德高机不能行驶在道路上。警察接到报案到现场，直接先开一张3000块的红单。10早起，这个姓柯的查甫人甲对高机当作车咧驶，大司机开伫车路顶赶走，有机车驾驶看袂过，甲砸落来，讲安尼伤危险。不过对高机驾驶煞呛声讲出代志伊会赔，双方因为安尼起冤家。我去关好不好？不然你说出事情，如果到那就不要这样开就好啦。非属汽车范围而行驶于道路上之动力机械，处所有人或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因为视线无好，死角济，危险性伤悬，对高机是禁止驶上路的。若是要锁规，拢爱用车辆载才袂违法。不过也是常常会当看到有业者偷食步，对高机驶伫车路顶。其实交通部去年底有讲，按算要来修法，有条件开放对高机申请临时牌照驶上路，业者也认为确实有需要。方便性较无受限啦。因为伊会当咧操作，就像咱一般咧开，不会受限，说会袂当去开上迄个一般的道路安尼啊。交通部依据新法规定，要申请临时牌照的对高机，驶的路程袂当超过3公里，而且包括对高架甲相关安全配备拢爱符合标准。虽然有条件开放，要互业者方便，不过无论法令是毋是有修改，也是爱遵守规定，因为安全第一。记者柯家主张用高雄场报道。囡仔的交通事故是这几档正重要的议题。新北市政府公布2024年，拢总有1163囡仔车祸受伤，这骑奥多摆出车祸占9成。下课时间，爸母伫奥多摆顶悬等囡仔下课，这是逐工学校外口拢会当看到的画面。不过家长骑奥多摆接送也要特别注意安全。根据新北市政府的统计，去年2024年12岁以下儿童交通事故造成1163个囡仔受伤，当中以奥多摆事故占上悬。乘客为主，那它大概占了75%。那这其中又以机车的使用最多，那大概占了90%。所以这部分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或透过教育局这边提醒家长，在使用机车或汽车承载儿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哈。调查也发现，这个车祸上接伫咧下晡4点至6点发生，也就是囡仔下课的时间。长期关心儿童交通安全的民团建议，家长甲学校一定要积极配合，斗阵改善奥多摆等候区的交通乱象，降低囡仔受伤的风险。
在那个学校周围的学区范围，整个交通的一个改善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包含汽机车的一个降速的一个方式，所以速度一定要降到30以下。为着要减少儿童的事故，新北市政府也选择2个人济校园规划行人优先区，一个是邦桥的后埔国校，一个是蘆洲的蘆洲国校。市府会伫咧校园附近的300公尺规划实体人行道，而且规定车辆伫咧遮速度要降低至30公里。新北市政府表示，目前先规划2区，未来会一区一区慢慢改善，确保儿童的用路安全，减少危险发生。记者陈亚轩、曾俊佑新北报道。伫咧中华海线大城甲丰原，有全台湾上大的蓝仔地，生态真丰富。有公民团体发起计划，和学校合作，甲学生用当地物产来料理。毋但了解家乡好滋味，嘛知影生态保育的重要性。乌毛仔做的田路，顶悬用海茄冬的叶仔装塔，看起来袂输是蓝地。另外，这队学生传的是鸡肉料理，佮有用赤喙煮的烧汤。丰原国小学生伫生态总铺师的指导下，利用当地物产来煮食。我做的料理是花园沙拉，里面有虾米、香菇，我们方院的水跟蔬菜和在地的芝麻粉。潮间带，它上面的装饰是放海茄冬，我很惊讶，因为没想到这种海滨植物也可以做成料理。公民团体台湾生态饮食设计中心2018年开始发起生态总铺仔计划，团队全台湾走透透，甲煮食结合生态、产业、环保这的议题。中华的选择有台湾上大蓝仔地生态的丰原乡，亲像对当地生态造成影响的海茄冬，就是环境教育真好的例。生态厨师去设计菜单，包括着咱海边啊的海茄冬。还有水芹菜，为小朋友上到咱环境教育的永续课程。今天芳苑国小的孩子在拿到代表我们芳苑乡的物展在做餐的时候，它不会是个菜了。这个食材它究竟在台湾为什么代表西部海岸一个国宴、国土永续宴会的一个食材？今天芳苑国小的孩子就不只是芳苑国小，它是台湾潮间带解说员的小尖兵，拿起那个物展来，它会更有世界观，更有国家观。公民团体表示，丰原乡的蓝仔地毋但是当地渔村的底地，嘛是稻照过冬重要的所在。佮有蚵仔、赤水，侪丰富的物产，绝对有国家级湿地水准。因旧年嘛带学生去嘉义森林的渔村参观比较，分看因的视野，认捌台湾西部渔村无同的生态议题。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河怪是台湾特有种及极保育类的动物，数量是愈来愈少啊。来看嘉义县政府和南华大学合作，打造河怪的生态教育馆，要推动保育河怪的生态教育。河怪教育馆的导览学生解说河怪的生长环境甲相关知识。嘉义县大拿镇的社团国小，得到嘉义县政府的补助，活化学校内底空间，成立嘉义县第一座河怪生态教育馆。学习到一般学习不到的关于树蛙的那些知识，还要懂得怎么去保护侏罗树蛙。社团国小为2001年的时阵，就甲在地三角里的里面推动河怪的生态教育。除了这个新的河怪教育馆，阁有一个会当伫暗时近距离观察河怪的平台。社团国小表示，教育馆的成立，让一般民众甲学生有机会会当完整来了解河怪。侏罗树它上面跟台北树蛙有点像，但下面完全是白色的，所以而且它眼睛很大。伊知影讲要安怎去保护伊。甚至讲以后，会当将这对侏罗树啊的保护的观念推展到所有的物种。河怪是台湾特有种，主要生长伫分家地区的竹仔林内底，因为环境的破坏，数量是愈来愈少。社团国小表示，这个教育馆未来会配合南华大学甲河怪保育联盟，除了有生态教育的课程以外，嘛会来培育河怪保育的老师，希望为大人开始，替河怪甲生长环境搁找倒转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客家有一款酸甘茶，伊是甲虎头柑的果子肉熬掉，柑仔皮加汉药材加茶米提起泡质，就会当泡一熬酸甘茶。不过这制作过程是真高工，愿意做的人愈来愈少啊。第四这项传统技艺嘛，豆豆也是团。
乌康虎头干的果子肉，再搁伫外皮内底加入中药材、枸杞甲地米，利用水拔好势，放入去冷藏，豆豆吹好色，搁要经过日头晒，才算完成客家的酸甘茶。因为制作过程较工，即马已经愈来愈少人会做。酸酸甜甜，有一点回甘，还可以助消化。因为虎头柑的陈皮效果还蛮不错的，然后呢加上各种青草药。然后呢，对早期社会的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用来缓解身体不舒服的一种药。所以坦白说，它是一种药，不是茶。就是最早期的客家人来讲，它是药，不是茶。也再指出，酸甘茶唔会使帮助消化解油，好的茶米可以当保留原底的香味，互人一喙接一喙。最近也利用一冬的时间改良做法，利用柠檬提升酸甘茶的口味，也透过微生物发酵，啉茶也袂困袂去。很多客家人都是很重吃咸味，所以比较油那些啦。配这个茶很好，可以解油腻，而且喝了你不会说喝一般的茶叶的话，我怕会睡不着啊。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说隔夜茶不能喝，那个茶晚上喝了不好，会睡不着。那因为这个茶是后发酵茶，也就是在茶的分类里面的黑茶原理里面的，它是用微生物发酵的，所以它把所有的物质透过微生物的分解跟重组，它去掉了茶褐素，去掉了很多那种会导致你睡不着的。也则对传统中找到创新，除了保留原地好气味，嘛互古早味酸甘茶这项客家传统滋味，甲做茶的技艺，会当继续流传落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为着要减少台美贸易顺差，经济部长郭志辉认为，咱着要扩大采买美国天然气。不过，反对第四天然气接收站开发案的环保团体，因烦恼伫咧基隆港、军港的边仔去天然气站会有国安的风险，因认为就应该要发展地热发电。反对第四接收站的团体，伫咧案件宽屏通过了后，继续举行记者会表达质疑。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指出，这届美国对顶关税议题，台湾会扩大采买美国的天然气。到2032年，台湾国内会有7座接收站，每一个人平均的储气量会到日本的2.2倍，韩国的1.7倍。饮鸩止渴之举。如果我们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最后甚至有可能会是川普不满意，国安有疑虑。在地团体指出，40个2座天然气储气槽分别距离徛街，抑个有危害营区400公尺甲1400公尺。伫咧基隆港口，抑个有军港边仔起天然气储气槽，有国安的风险。学者也指出，甲化石燃料的天然气比起来，地热才会当提供稳定的能源。若准备扩大对美国的采买，就要提升买先进的地热相关设备，抑个有技术。我们既然这个3年内就可以达到1个吉瓦。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花7年到8年来盖这个世界？针对40个国安问题，国防部捌伫咧宽屏审查阶段表示，第4接收站无起伫咧军事基地内底，也捌表示台电电力设施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国防部有义务协助保护。另外，第4接收站伫咧宽屏阶段，互环团亚康暗坎土木污染超标。环境部长裴启明10时表示，已经组成专案小组调查，顶个月底到现场会勘，要求台电补件说明。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湾地热的资源是真丰富，即阵谷歌公司嘛宣布要和台湾的企业签约买电，成做咱台湾的第一地。预估2029年会当营运，为电网增加10兆瓦的电力。台湾伫环太平洋火山带有丰富的地气资源，包括中油、台电一寡民间公司已经投入开发无碳的地气发电，帮助国家减碳，阁会当24点钟来发电。谷歌公司15嘛宣布讲，和台湾的倍速罗德公司签署台湾第一个企业地气能源买电的协议。这次的合作的话，它会为台湾的电网增加10千瓦的这个全天候运营的电力，预计在2029年会开始营运。Google 的话是2030年有这个净零碳排放的目标。去年的时候，我们跟那个永兴能源，我们做了这个 Talent 的这个案子，然后今年又跟这个贝苏罗德在合作这个地热。这摆嘛是 Google 伫亚太地区第一项地气买电的协议。Google 表示讲会继续拍拼加速发展清气能源，实现以无碳的电力。
支持 Google 伫台湾资料中心和业务的营运。卫所罗的公司嘛讲，和 Google 合作是真公平，真欢喜会当做伙加速开发台湾地区的占领。这个合作也反映出市场对于地热能这样洁净、稳定、能24小时天候运作的再生能源给予正向的肯定与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我们希望是以地热来协助科技产业能实现无碳能源的目标。民间团体认为讲，这摆是强强合作，但是嘛指出讲，日本最近针对地区开发的法令限制，已经放令进一步保障开发商，台湾修法的脚步都要较紧的。国际上有更先进的管理的逻辑跟原则，那台湾还没跟上，把地下的资源做更完整的探勘，好，那他们就需要更多的保障的机制，这个机制目前还没设计出来。经济部人员署嘛表示乐观其成，代表产业界需要绿电，会和相关机关针对行政机制来对接，互未来地区的开发会当加速推动。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部分，就是这摆合作案的案场是伫倒位，双方拢表示讲，即摆也阁无方便讲。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节能是真环保，不过若准危害百姓生活，可能要斟酌考虑。全世界草橄榄油上大生产国伫咧西班牙，真侪农民会靠这种草橄榄来趁钱。不过再生能源公司想要伫咧当地起供电厂，即阵就有几若百个农民惊因的草橄榄树互炒了，就出来抗议要提告，反对政府和再生能源公司定收土地。来看安达罗西亚自治区的洛贝拉，一丛搁一丛的橄榄树发甲真好。这边空空的面积是甲橄榄树炒了的农地，未来会成做太阳能发电厂种地用地。安达罗西亚日头光十足，除了是西班牙橄榄的主要产地，也是太阳能板数量上济地区之一。两间光电公司已经申请许可，计划伫洛贝拉附近建造太阳能的发电厂。互影响的农地按算有1000公顷。虽然真侪地主已经同意签租地契约，不过却引发数百名的小地主反弹，反倒讲橄榄树互扑了，影响到橄榄油的产量甲生计。根据当地橄榄油的组织估算，失去500公頃的橄榄树林，会造成每一年超过200万欧元，大约是7366万台票的损失。Antes es que Lopera, su mayor entrada, Lopera vive de la agricultura, aquí no hay industria. Entonces, aquí los jornales los da el campo. 根据西班牙电网公司的数据，2024年再生能源的占比是56.8%，按算伫5年内提升到81%。也因为积极开发永续能源，互西班牙成做欧洲绿色能源的领先国。面对农民的抗议，安达罗西亚地方政府宣布讲，会以公共利益的角度征收部分土地，若征收的面积是占这个地区无到1%，爱扑掉的橄榄树敢若13000丛。西班牙太阳能业组织 UNEF 也表示，这个计划会为农村带来税收，改善公共建设甲服务。En un 0,88%. Y además la mitad de ese 0,88% corresponde simplemente a servidumbres de paso, porque se necesita acceder a determinados terrenos para colocar torretas. 抗议的农民并无相信政府的讲法，认为总共8项太阳能厂的计划需要扑掉的橄榄树有10万丛，危害到已经有数百年传统的橄榄油产业。为了阻止这个计划，反对团体向地方政府和相关的企业提起诉讼。然而，这个冲突也必须政府重新面对，安怎伫能源转型甲农业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无共语言、无共年会族群拢有发声权利。来看客委会就成立一个客家青年咨询委员会，鼓励青少年参与公共事务，嘛希望打造客语生活化环境。若咱台语咧，台语政策推动联盟表示，希望政府紧成立台语的专职单位，才会当投入资源，并台语发展。规定客家青年挂秀有游荡会年古代像正式的设置去到国外交流。客委会自1806年就开始注心鼓励客家青年去到国际交流，扩大青年视野。4月14，客委会也正式成立客家青年咨询委员会。客委会表示，鼓励青年用母语参与公共政策，唔那是生活化的一种，也会当加深青年用母语来思考家己要义的议题，让青年的声音愈传愈快。我觉得重点是事情被解决，而且是在我们的语言的思考之下来解决。好，语言是个工具，好，但是语言呢，也是我们认识自我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所以是透过客语，好，我们来更周全的在文化的概念之下来完成这些事情。
过去后，台语青年用台语推广地方文化，参加传统艺术比赛活动。不过要像客语或者是原住民族群有制度化的专职单位来投入母语的复振文化保存，对台语来讲也有真长的一段路要行。台语正式推动联盟表示，根据最进步的统计，目前也有8成的人是听有台语。台语伫台湾是下族群的共通语，不过却无像其他的国家语言有专职单位制定政策来执行，安尼未来恐惊会愈来愈弱势。台语甲客语、原住民语其实是伊的这个程度是无共款的，讲的人口数，也佮有这个使用的范围，拢是无共款的。吼，咱伫遮我们搁一摆咧，会要求政府会当重视这个问题，吼，台语会当咧紧家救起来，吼，这是唯一，咱这所有的本土语言内面唯一，也佮有困难，吼，会当甲这个即马咱所讲的这个中语、吼华语会当比拼的一个语言。台语正式推动联盟表示，希望有专职单位来负责台语，佮有传统艺文的推广甲保存。有中央单位则通较有制度化侵入到各地方，营造台语环境。有好的环境嘛，则通互大家知影，台语是会使讨论万项代，为家己发声的重要语言。记者中嘉嘅林晓凯、新北台北报道。天气玻璃仔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4度到30度，中部地区16度到29度，南部地区16度到30度，东部地区18度到26度。外岛地区16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港武德港国际好夜，倒一项才是台湾唯一的咧。3、2、4。因为阮所票证的，伊呢甲好夜做有缘。